随着年龄增加，现在是免疫力下降，特别是50岁以上的成人，有可能因为感染水珠康复病毒搁夹起来，引发皮蛇的风险。卫生局表示，因为这款神经痛相当艰苦，甚至要痛几啊冬，加上自费一针大概8000块，对弱势民众是真大负担。所以，伫市长吴伟摕支持甲议会认同，6号正式宣布将加码补助弱势来注疫苗，加上对保障幼儿避免得到轮状病毒威胁的口服疫苗，嘛一并扩大服务。特别针对这个弱势的这个族群像我们的低收、中低收，那我们65岁以上的这个年长者有免疫不全的，那么由市政府呢来提供这个公费的带状疱疹病毒的一个疫苗。那这个疫苗呢，在今年呢，我们会由卫生所来提供施打，所以符合条件的这些对象，卫生所也会主动的来通知。那一次是需要打2剂。那另外针对轮状病毒呢，今年开始我们在扩大，对于这个所谓的重大伤病或者是罕见疾病或者是免疫力不足的孩子呢，那也可以来免费的口服这个轮状病毒。对此，市长吴伟摕来到记者会中嘛透露，家己学生时代患着皮蛇艰苦，呼吁妇孩子嘅弱势一定爱来注疫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刚好因为准备论文的时候压力很大，睡得没有特别好，所以那个时候刚好写论文写到紧要关头，突然染上带状病疱疹，就是非常非常痛苦那段时间从你看1993年到现在已经30年了，还是很难忘。希望说大家能够去接种有如果可以的，但是对于你知道有时候经济社经地位比较弱势的朋友，他们有时候起早贪晚就是工作特别劳累，压力特别大，所以但是特别负担不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补助。该大新的政策嘛，得到医师工会甲诊所协会相当肯定，大家共同来保障弱势民众的健康。台湾新闻军事采访报道。